在家里睡觉啊？没有啊。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那你拿这个被子干嘛？我知道去你盖被子啊。秋風吹起，擁着你，又似是憶稀常回味。現實如盡，仍是你，盡覺苦戀多凄美。傷心歡喜都為你，就是當初都難迴避。下面还有菇吗？讓愛飄於風裏飛。那个鱼下面还有菇没有？你是说那个豆芽？菜。有的吃就不错了呀，做什么表情？叔叔看你要口试了，过来做上好吃的给你吃。怎么了，他说？冰那个好出来的哈。里面小心有刺啊！这个很香的粉是。